入到嚟隧道咯喎，就梗係要聽下呢個 RB26嘅聲音啦。哦，bend 咗，bend咗。我感受到佢嗰個4輪轉向嗰種神經質。哇！第二個唔理你係一個 JDM 嘅車迷，定係一個頭文字 D 嘅車迷，我相信你咧總會有一個夢想嘅，就係有一個地方咧可以有齊晒咁多部經典嘅跑車，仲有可以喺真係日本咧真正咁樣揸。今日咧多謝 Driver Lounge 嘅邀請嚇，多謝你嘅邀請，多謝啊，我哋可以歡迎光臨。揸到你哋嘅車上去添，幾有趣喎！成件事你哋搞呢單嘢。係啊，希望俾多啲唔同元素大家玩下嘛。嗱，呢個就我哋嘅 lounge。咁我哋平時客人嚟到咧，就喺度做登記啦，同埋有個 briefing 嘅。咁啊，因為始終好多客人第一次嚟日本，第一次揸車，咁或者佢哋都唔係好放心，無啦啦咁就去揸車，仲要係揸跑車。咁所以就希望有個 briefing，簡單 briefing 介紹，等佢安樂啲咯。哇，鬥開車嘅喎你。係好多 Super Coffee 哇，又係1又係2喎，全部凳仔企嘅喎。玩過下。會唔會呢一個都係你自己 set up 呢一個生意嘅其中一個原因同初衷？我由細到大都中意車啦，咁我希望同啲車有關嘅工作嘅一路都。咁但係只不過係喺香港其實同車有關嘅工作好有限㗎嘛。如果想同揸車有關，咁再加一啲大部分人可以接觸到嘅車，我諗日本車係比較容易入手。揸日本車唔通喺香港飛去大帽山咩？喺日本 set up 一間公司，咁多啲唔同地方嘅人都有機會 enjoy 到日本車文化。咁呢個係我嘅初衷咯。因為咧晏少少咧，我哋會跟晒你成個 tour，咁啊睇下我哋可以玩到啲乜嘢。而呢個 tour 又有特別嘉賓。冇錯，期待。喂，斜路起步，入波，掹手掣，鬆 brake， 放腳掣，放 brake， 搞掂。行雲流水啊，係有少少緊張嘅，不過喺日本揸車，咁大家都試過啦，係咪？日本自駕遊個個都會，但係我而家揸緊嘅係有 Godzilla 之稱嘅 GT-R R32啊。嚟到呢一度，係咪大家覺得好熟口面呢？左邊咧就係好出名嘅大黑 AP 啦。而我哋行緊呢一段咧，如果你有玩開灣岸咧，應該唔會陌生嘅。呢段就係其中灣岸嘅一段好出名嘅路，我都唔知應該點樣稱呼呢段路啦。哇！呢個 tour 其實都幾精心設計嘅喎。雖然車流有啲慢，比較多車啲，但係 OK 啊。而入到嚟隧道啦，就梗係要聽下呢個26嘅聲音啦。前面有啲慢啊，我揾人配翻音俾大家聽。講到 GT-R， 我諗冇人會認識啩，簡直係日產最有名嘅資本啊！咁啊，一講到 GT-R， 大家都知道，呢部係一部跑車嘅身份象徵。但係如果要講咁多代 GT-R 最出名而最影響到 GT-R 呢3個英文字母係邊一部車？一定係我而家嘅呢一部 R32。其實咧 GT-R 當年咧係曾經消失過一段好長嘅時間嘅，足有成16年啦。因為當 Skyline 由 Prince Motor 拼入咗去利山之後冇幾耐啫，佢哋咧就已經諗得到，我哋要開發一部 GT-R。如果你有睇過我好多年之前做過嘅呢條影片嘅話咧，應該你對呢個 GT-R 嘅歷史咧都唔會陌生㗎啦。但係其實咧，當年喺1970幾年出過最後一代幻影 GT-R 之後咧，就足斷咗16年啦。喺16年之後，經歷咗3代，喺 R30啦、31，直到去到 R32，日產決定重啟呢個 GT-R project。咁咧就出現咗而家我哋揸住嘅呢一部 Skyline R32 GT-R 啦。當其時呢一部車咧係運用咗好多當其時最頂尖嘅技術㗎，例如我哋呢副 engine 啦，呢一個 RB26 DETT
T stand for 乜嘢啊 ？TT 兩個 T 啊嘛，即係 Twin Turbo 嘅意思啊。而呢架車咧，亦都由純粹嘅後輪驅動咧，變成係可以將 torque 轉換成去到前轆嘅一個四輪驅動。然後呢部車其實仲有一個四輪轉向嘅喎，所以呢部車喺咁多嘅重型技術層層加疊之後咧，只要佢願意落去某一個賽道參加某一個賽事，就必然可以壟斷賽場。當其時都幾誇張嘅，係有幾年嘅不敗紀錄添啊！所以咧，外媒稱呼呢架車為哥斯拉啊，其實睇落咧都幾合情合理嘅。咁重又咁大件，但係有咁嘅實力喎，呢個咧係非常之少有嘅。嗱，講真，去到今時今日咧，其實呢架車嘅數字上面咧就一啲都唔亮眼㗎啦。畢竟都過咗成30幾年，咁200幾匹嘅車，其實真係隨隨便便揾一部咧都快過佢啊！不過咧，我覺得今時今日揸翻呢一啲車咧，着重嘅唔係佢跑得有幾快，而係你喺咩位置同埋懷住咩心情去揸呢啲車。其實喺咁靚嘅日本公路底下咧 ，trail 揸其實我覺得先係而家呢架車嘅歸宿嘅。暫時咧都係喺 highway 裏邊揸啦，未有可以比較 aggressive 少少地去試佢唐太。呢一度咧係 Tokyo Drift 嘅一個 training 位置，哇！終於都有得玩下啦！我哋預備啦喎。我要同佢再拉開多少少距離先。哇，係海啊！我呢個地方都幾正嘅喎。Interesting。呢一度咧，我哋呢行車裏邊咧，最好玩嗰部咧，係嗰部 GR Yaris， 一定係感受到佢咧成塊面喺度笑緊嗰個樣咧。雖然咧唔快啊，但係咧因為落咧我哋順啲啊，我感受到佢嗰個四輪轉向嗰種神經質。佢咧係會有一種突然之間，好似我幫你轉多少少咁嘅感覺。好奇怪，我麻麻地呢種感覺，我覺得佢比起 Renault 嘅嗰種四輪轉向咧，仲更加奇怪。可能真係年代唔同，技術都真係唔同，難怪咁多人咧會厭咗呢一套嘢佢咧。不過咧講到呢一部車，我諗除咗喺賽場上邊，最多人認識佢嘅，應該都係因為頭文字 D 嘅。頭文字 D 裏邊呢架車係由余文樂駕駛嘅，唔係鐘理毅駕駛嘅。但係咧喺漫畫裏邊、動畫裏邊咧，大家都知道呢一架車嘅缺點㗎啦，就係重。以今日嘅世界係咪真係好重咧？其實佢又未去到。不過咧，其實佢個前後配重咧，就的確係真係麻麻地嘅。咁所以咧，就令到佢喺入彎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都會有啲好唔暢順嘅感覺。除非佢解決到呢個問題啦，否則佢點都唔能夠同我部 FC 鬥。我哋眨下眼，我哋就跳咗上嚟呢一部 RX-7 FD。點解係 FD 咧？其實係冇啊，純粹係因為我中意 FD 多啲咋。咁其實 RX-7 咧就係高橋兄弟兩個人揸嘅車嚟嘅，而阿細佬阿啟介咧就係揸 FD 版本嘅。嗱，我哋咧睇電影咧 Edison Chan 啊嘛，咁佢咧就淨係飾演一個角色，但係其實漫畫又好，動畫又好，係有兩個角色㗎。而慢慢劇情發展到之後咧，其實呢一部 FD 咧先至係 Project D 用嚟上山嘅主力啊！咁所以梗係要揸呢部 FD 啦。嗱，講真嗰句啊，我係好多年冇揸過 RX-7，好多年。嗰陣時我第一次揸嘅時候咧，係我攞到牌冇幾耐嘅事嚟嘅。
去到而家比較純熟啲啦個感覺嚇，我 handle 棍波完全冇問題嘅情況底下，再跳翻上嚟呢架車，我又喂有另外一種睇法喎。以前咧覺得佢好似有啲難控制，嗰個 bike point 好似好高咁啊，但係而家又完全冇咁嘅感覺喎。同埋呢部車原來 hill toe 係好易做嘅喎。咁我唔知道咧係咪因為同佢嗰個每一段嗰條氣好長，做 rev matching 容易有關係咧？嗱，例如而家5波，我比較近少少前邊啦 ，brake OK 嘅喎。而今日我哋揸呢部車咧，亦都有一個好特別嘅背景嘅。你睇到咧，其實呢架車好窩㗎，好似一部落場嘅 track car 咁啊。咁當然係會有少少噪音嘅。點解老闆會搞到架車咁咧？喂，咁你呢度收藏咗咁多部車，其實有冇話邊一部咧係你最中意，一定要留低嘅咧？嗱，其實最中意嗰一部咧就即係部 RX-7嘅呢部，係啦，冇錯啦，就係呢部面前紅色呢部。咁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轉子啦。點解會中意呢部車特別鍾情咧？即係除咗轉子引擎之外咧，其實呢架車有故事嘅。其實呢架車我哋當時揾緊部 RX-7嗰陣時咧，其實就 market 上面有好多唔同嘅車，但係就冇一邊個真係好啱心水。咁點解突然間就有個朋友就打電話過嚟就喂，我有部 RX-7，不過就擺喺佢車房嘅後欄擺幾年㗎啦 ，engine 冧咗㗎啦，turbo 漏晒油㗎啦。佢問我要唔要去睇？之後第一件事問佢：喂，咁車架有冇事先？佢話車架冇撞過，冇生鏽。老實講，你問我轉子玩開都知㗎啦，即係review係遲早嘅事嚟嘅啫。冇錯，咁遲同早咁咪早做咗佢先咯。咁所以就去睇車。好老實講啦，純粹從一個商業角度嚟講嘅話咧，呢件事係好愚蠢嘅，因為其實埋單係貴過買價。係啊，係啊，冇錯，係啊，係啦。咁但係即係煩一輪添。係啦，仲要等咗幾個月先有車。咁啊，但係純粹覺得。即係我都叫投身呢個行業啦，咁我覺得都希望可以挽救翻一部 KTM 跑車，即係始終係絕期嚟嘅，即係轉子，即係你見而家都冇轉子，嚟緊會唔會又唔知啦。得有機會可以都叫將一架由劏車場隔離救翻出嚟，希望保留多一個歷史啦。當年 RX-7 咧，其實咧一出咗3代嘅，咁而 FD 呢一部咧就係 RX-7 最後一代，我覺得好有趣啊！當其時萬事得咧係每一代都完全唔同樣嘅，只不過佢哋咁啱咧都係叫做 RX-7 嘅咋。而呢一部車當然最緊要嘅就係搭載咗呢個轉子引擎啊！ 13B 轉子引擎咧，我相信大家都聽過㗎啦。咁咧，呢係一個雙轉子嘅引擎。而家點解會買少見少咧？係因為個耐用度嘅問題。8萬到10萬去 review 一次就可以解決得到嘅。而個 review 咧亦都唔係所謂想象中咁難嘅。咁當然你要揾到一個專家幫你手啦。而呢個專家咧，如果買少見少啦，所以咧先至係令到呢件事難度嘅地方。不過我覺得咧，最有型嘅地方當然就係仲係用一個彈燈式嘅設計，3代都係咁。之後咧去到後繼車 RX-8咧就已經成呢個絕唱啦。因為呢部車同樣係有 Twins Turbo， 而且係一個更加先進嘅 Sequential Twins Turbo。第一個 Turbo 咧就會喺2000零左右介入，而之後再有多個大啲嘅 Turbo， 就係當你去到4-5千轉嘅時候介入。雖然如果論馬力啊，佢係絕對係打贏當其時嘅 AE86嘅。只不過當其時佢第一次見到拓海嘅時候係落3段噶嘛，所以咧就憑住技術贏咗啦。但係我覺得實際係有啲難度嘅，除非駕駛嗰個人叫做土屋圭市嘅咧。大家好。講到日本汽車文化，有個名一直都冇辦法被忽視嘅，佢就係土屋圭市。喺玩車賽車世界裏邊，被譽為係 Drift King。但佢唔係一開始就係明星車手，年輕嘅佢只係一個喺日本山路裏邊偷偷地練車嘅年輕人。喺80年代，街頭文化仲未被接受，甩尾被視為係危險而且實用欠奉嘅行為。但係土屋圭市以實力證明，甩尾唔係要晒命啦，而係一個建立於精準操控之上嘅駕駛技巧。後嚟一段由 Option 拍攝嘅影片，震撼咗成個日本改裝車界，亦令個世界第一次知道甩尾原來係可以專業地玩。由街頭走到正規賽道，土屋圭市先後參加過全日本房車賽同埋利曼24小時耐力賽。佢以成績去證明自己並唔係只係擅長於甩尾，而係一個全方位嘅職業車手。其後為咗推動賽車文化，更加成立咗 D1 賽事，再推廣到全球。土屋圭市最深遠嘅影響並唔係喺獎盃嘅數目，而係佢對整個世代嘅一個啟發。
佢成為咗整個90年代到千禧年日本汽車文化嘅代名詞。而佢嘅座駕由 Tech Art 同埋佢創立嘅 G-Base 改裝嘅 AE86，亦因為咁成為咗一個橫跨世代嘅經典象徵。所以晏少少咧，我會親自落場感受一下，究竟喺場上面 drifting 係點樣揸車咧 ？OK，so 係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由坐上呢部 AE86嘅一刻，我已經咧由一個趕車嘅媒體人變成一個小 fans 啦，實在係非常之榮幸啊！我仲喺賽車場上面遇到最近移居咗日本嘅 Steve， 同佢一齊傾偈。影片咧差唔多完嘅啦，睇完呢條影片咧，去睇下佢條片啦。We will give it to the Hong Kong audience. Oh, Hong Kong. Yeah. 你哋有福啦！嗱，呢度有3部，有一部我私人珍藏嘅，有一部咧我就要放喺公司，有一部就送俾大家啦。下邊留言，好，我哋抽個獎就送俾大家，就好嘛。做完2轉乘客之後，終於有機會落場啦。好，到我哋落 check 啦，要舉手，Lisa Racing 級教落。為咗照顧所有人嘅程度，當然我哋喺賽場上咧，只能夠慢慢咁去揸，感受呢條 Mulberry Twin Circuit。其實整個 day trip 設計咧真係十分之好，有山路、有公路，又有賽道，涵蓋咗好多關東有名嘅地方。全程 Driver's Lounge 嘅同時，又要用無線電提醒你路上嘅大小事，所以真係十分之安全啊！再一次感謝佢哋邀請我參加呢一次別具意義嘅活動。Driver's Lounge 幾乎每一日都會舉辦汽車旅行團，下次大家去日本又想玩下 JDM 跑車，又可以多個活動啦。咁原本